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陆续播出好多客家文化相关单元，有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在我们台南地区可以认识到客家好多相关文化，感到非常难得。让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近距离学到以及欣赏到客家相关文化。是呀，最近我当上网的采听嘅宋子成有线电视台制作传追，还有最爱感谢就係的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委託的來直播客家相關的文化，為的台南地區嘅朋友，甚至到全國嘅朋友來認識的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那今天我們節目要和觀眾朋友們介紹什麼客家相關的文化呢？你介紹過客家嘅美食啦，客家日常生活嘅用語，也介紹過你客家傳統嘅歌謠之一老山歌，介紹過你客家民俗嘅信仰見思田，也介紹過客家美食嘅點心牛溫水。我想今晡日出嚟介紹客家當特別嘅入年家。今天我們節目要和觀眾朋友們分享很特別的客家民俗入年假。錯，今晡日我來介紹客家當特別嘅民俗入年家。一個家呢，要用表家嘅家，也要用家私嘅家，講入年家，也有人講入年嘅。以下按客委會嘅用詞就用入年家。入年假真的好特別哦，是說過年要放假，還是過年要漲價呢？小琴啊，不但人生來講，反應也當好哦。客家人有一句話講啊，百節年為數，就係講呢個年啊，對客家人來講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哦。客家人除了過年嘅時節，要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就係從舊曆12月25日2日開始，係入年嘅，到30暗晡，年初一到年初5係過年嘅階段。年初6就春年假，一直到2個正月20，將算係年過節。哇，原來客家人這個入年假這麼有意思誒，那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舊曆12月25日開始啊，係你所謂嘅入年假，到正月初5出年假。從入年假之前呢，愛留過年時節，愛食嘅米料啦，還有臭草等等，全部準備好勢，表示入年假以後就做唔得種穀種米。同時愛留屋前屋外來乒乒搶來，24暗晡愛送灶神，送灶神愛用糖嘅來拜，希望灶神回轉天庭去講好話，也必要以屋下人平安康健。屋下嘅師太人未為留屋下嘅大細來交代，入年假開始愛等於講好話，做唔得講療壽話。一個療壽話就是粗魯不好聽的話，也做唔得亂罵人哦。這樣聽起來讓我們真的非常敬佩客家人保留難得的傳統。小鄧老師，除了客家人這特殊的入年假，假期的假，也有說入年假，假是價錢的價，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小琴問得好啊！一個入年假呢，假係價錢嘅價，尤其當時社會嘅不成文嘅約定。入年假有不成文的約定哦。係呀，在早期啊，農業社會有啲行業啊係無年種獎金哦，像剃頭師傅啦、司機行茶嘅師傅等等呢，從入年假開始2日啦，全部都為刺痛家邊嘅家私。比如講，平常時剪一隻頭拿100塊，到入年假開始2日，就會幫剃頭師傅200塊哦。講等啊，人都好好自家，天時好嘢，今晡日就講到這了。以下我來你觀眾朋友講，張來了哦，張來了，張來了。